前总统马英九因为不满蔡政府甲双十大典定做台湾的国庆，所以拒绝参加。透早和好友谊朱立伦做伙参加国民党的升旗典礼。那郭台铭甲赖培霞是去台北市府参加升旗。民众党的郭文哲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去总统府参加双十大典。双十国庆唱国歌，前总统马英九再去参加国民党党部升旗典礼，甲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共台。马前总统不满蔡政府偷渡大道路线，将中华民国国庆加做台湾国庆日，负责出席总统府头前的国庆大典，讲到情绪激动的所在，各无细致讲到话。在明年1月的总统选举，我们要用选票下架这个中华民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无视台湾人民安全的政府，重新赢回中华民国。2024大选在野如何整合正受期待，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找到伫面车打出甲关系斗阵翕相，办南北合摊考。朱立伦也证实有要邀请韩国瑜做副主席，要拼选战。前一段时间就有邀请韩国瑜市长来担任本党的副主席，希望一起来协助我们2024的大选。今天我也会跟韩市长见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些辅选的事务。金溥中前秘书长以及王建廷秘书长来做先前准备的磋商，我们也提出了3个层面、6个方向，所有的议题都是开放的。也侯友宜用新北市民身份赶场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参加双十国庆升旗典礼，甲马英九、朱立伦斗阵跳健康操，三人互动真热烈，一直咧讲细社会。升旗的时阵，马前总统佫分身像是目眶红，同款情绪激动的也有者。独立联署参选的郭台铭无去中央，也无去新北，是甲伊的副手赖培霞参加台北市府升旗典礼。赖培霞唱国旗歌的时阵，唱甲是目眶和目屎。市府广场前的升旗典礼，以我们的中华民国国旗，大家唱歌的心里都是真情真意，所以我选择这里。针对韩国瑜做在野摊考，郭台铭表示，团结胜选是赢胜选的唯一方程式。佮讲马上对出现半分建制的新希望。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天是向党主席的身份到总统府参加升旗。入座的时阵，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无互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无参加国庆大典。记者综合报道。